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日有什么新闻重点。中共解放军连续3天环台军演，佮公开模拟用飞弹攻击台湾的动画，吓惊台湾人。外交部表示谴责。今仔开始到10月31之前，只要早提款卡、有身份证佮健保卡的号码，全国15间金融机构的 ATM 拢会当领6000块。农委会表示，因为饲料成本起7成，过来低的计数才会一直起，所以进口卵也毋过来农产地计数，嘛是搁继续起。新开始来看中共解放军连续3天环台军演，佮公开模拟拍台湾的动画。画面中有真侪粒飞弹拍台湾，其中有2粒对准台湾的北部佮南部，想要吓惊台湾人。咱的国军嘛随回应，就伫恒春半岛出动反舰飞弹车来进行戒备。这2天，计共有141架次的中共军机飞来咱台湾的附近，有殲15军舰嘛出现伫东南海域，计共有4架。针对中共解放军使人的行为，外交部表达强烈的谴责。我已抵达台岛北部附近。导弹准备好，发射！中军东部战区适属伫台湾4区为组织环岛战备警巡甲联合利剑演习，由轰炸机执行对陆打击任务。中军环台军演毋但发布影片，连续恐吓台湾。中国央视也阁摄取中军模拟攻台的动画，2粒飞弹分别击到台湾北部甲南部，威胁的意识真高，联合国军也随应对。反舰飞弹车罕见进驻恒春半岛鸟鼻头风景区停车场备战，显示海底雄击飞弹已经提名陆基防空飞弹、制海飞弹部队提高警觉。那有军事迷特别为台中路南来看，都连日本媒体也来关注。平常这个是非常难得看到的，而且是整个中队都一起出来。那我是住在中部，然后连夜就冲下来。台海的事情还有好。反制强军军演，国军毋拿六面飞弹戒备，也佮头一摆公布无人机弹控强军苏州南的原因。路透社报道，军方人士透露，国军军舰甲强舰伫敏感的台海中线对立。国防部公布初9到初1024点钟内，侦获70架次强机，11架次强舰伫台海4区域活动，其中35架次强机飞过海峡中线，也毋过有4架次占15舰载机伫东南海峡活动，推测甲强军航舰沙东河有关系。这2天累计已经有141架次强机绕台，面对强机继续制造台海紧张，外交部也表达谴责。中国大陆。基于这个胁迫威胁的方式啊，来阻止我们做这个正常应该有的。我想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所以我们也谴责他们这个军演的行为。外交部也强调，最近中国除了透过军事行动威胁台湾，透过假信息制造国内民众惊吓的情绪的手段也无停过。外交部会继续应对。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开始会当伫 ATM 领6000块的现金咯，最后领钱的期限是10月31。全国15间金融机构超过26000台的 ATM 提款记录拢会当领，也毋过爱记一定爱早提款卡、输入身份证的号码甲健保卡的号码哦，拢毋免手续费，就有通领咯。在进步嘛统计讲，饭店到早起的9点，已经有将近20万人伫 ATM 领到6000块咯。甲卡片插入去，搭到感觉是大纸的提款机，是全民强险破发现金。结果照顺序输入健保卡，也个身份证号码，手续真简单。ATM 破发6000的现金，随着正式开始，将这民众一早起就去银行的提款机领。觉得非常顺畅哎，就是几个按键，然后6000块就跑出来了，蛮快的哎，就是我刚在旁边买咖啡，然后就顺便领一下，就跟一般领钱差不多。想说家里要添购一些新的小家电，这样子就可以拿来用这样。ATM 领6000的时间是自4月7日一直到10月30日，民众会当到全国15间金融机构，超过26000台搭到全民强险破发现金大纸 ATM 领。就算是跨行也免扣手续费，银行也象征机会，这么伫咧啥领现金加码优惠。在 ATM 领取6000元完成之后呢，台新银行可以直接在 ATM 的界面当中
直接参与6000元的这个抽奖活动。那在提领完成之后呢，民众可以获得一张明细表，明细表上面有2重的优惠哦。这边政府全面补发现金，本来财政部是宣布自4月7日开始立效，也不过王道银行煞伫咧3月30日提前拨款，政府伫咧开会了，也开放其他银行会当提早领，同时引起外界质疑。我的了解是，银行局的确在上礼拜5有收到，但是还在处理中，因为今天是礼拜1早上。黄天梦证实，已经伫咧顶礼拜5收到王道银行的说明，会根据银行的说明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猪的价小伫七八1公斤的大尾价，就已经99.96块了。农委会主委陈吉中是表示讲，猪肉贵是因为饲料的成本起7成。也毋过，主委挂保证讲，会提供有够数量的猪肉，互咱国内的民众、卖甲农民个协会来讨论合理的价销。也毋过，国民党团是质疑讲，农委会根本事实拢无掌握市场供需的问题。8月市场内面卖猪肉拢休困，也毋过国内毛猪的价销是起到1公斤要到100块，有业者规矩加市名了休困的时间，搁再延长3-4天，就惊讲猪肉贵到人客唔敢买。以前70-80块我们都认为很贵，现在100多块，甚至我看到那个3层肉啊，一般的3层肉大概180、190。1公斤批发价销只嘛到99.96块，比去年同期起差不多28%。农委会主委陈吉中讲，猪肉贵是饲料的成本起差不多7成的原因。伊也挂保证讲会提供有够数量的猪肉给民众，而且依照特定区合理的价销运作。毛猪的拍卖价格，我们都会依照跟农民、跟各协会讨论的一个绿灯区的合理价格来运作，而且重点是提供足够的我们的猪肉的各部位的数量，来给国人。强调全力调度，猪肉未讲无够，也毋过立法院国民党团质疑，猪肉价销仍然原不了起价，本来就有大幅度的波动。也毋过农委会是无事先掌握市场供需的问题。农政单位没有进一步对于养猪以及相关进口的问题，能够做到市场的供需平衡的这样的状态。国内毛猪有9成拢是国产，一年平均台800万只。但计中讲，甲去年比，今年大概只敢差10几万只，所以袂有猪肉无够的问题。因若猪肉的价销当时当降来，但计中讲，饲料成本起价，农民才有合理的利润，才有法度生产毛猪、肉龟甲鸡卵。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欠卵的问题哦，阁还未解决。虽然农委会伫3月开始进口鸡卵，也毋过产地价销嘛是阁继续得起哦。有风声讲有农民甲卵商私底下收购，产地价销本地一斤是45块半，化价化到一斤超过60块。中华业者是认为讲政府无应该限制起价，应该回归市场的机制。超市货价拢是空，所以农委会陆续进口鸡卵，而且伫顶个月底，伫各通路来开始卖。不过袂少民众还是买袂到卵，国内欠卵的问题继续，进口的鸡卵还是无法度来缓解。有卵农指出，目前虽然产地价还是一台斤45.5块，不过部分的卵农甲卵商以私下收购的方式，互价销是愈花愈悬。价销出来，你看从化到后红8千2红的。1500啊，啊，2款啊，你介绍摕贵，当然嘛是爱卖贵才会好啊。你摕1200，当然嘛是卖1300。台南市养鸡协会两家组长表示，目前虽然进口鸡卵，不过是无法度来缓解餐厅甲营业用的大量需求。部分卵农希望会使反映真实的成本压力，无排除未来阁会阁起。李中华卵农表示，卵商为了下游的需求，只会使照单全收，加上中盘的利润以及运输的成本，未来无排除也有可能阁起价。冻涨这个问题，你其实要回归市场机制，你听无？互市场家己去决定米价质量，伊市场就会回归倒转啊，袂遐乱七八糟黑白条安尼。陈旧慈表示，3月内目前这短期可能阁带动一波需求潮，不过目前的进口量只是会使暂时缓解，伊算这波欠卵潮可能继续到后半年，嘛希望回归到市场机制，才会使避免卵价是愈来愈悬。记者中华采访报道。台积电的供应链哦，最近指出讲，因接到台积电要求提供设备、工厂设施出货到德国的报价，
业界是认为讲，可能是台积电要去德国设厂的计划已经特别开始动了。也毋过，台积电是强调讲，欧洲设厂目前是高的评估。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音之前有讲到，美国晶片法有一寡规定，伊无法度接受。经济部长王美花今仔是表示讲，政府已经有进行了解，望讲会当来提供补贴。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最近头一届表态，针对美国晶片法案有一寡条件袂当接受，要佮美国政府讨论，互台积电去美国设厂挑战愈来愈大。美国晶片法的相关补贴的细节哈，那这个目前的部分，台积电有跟美方有在做沟通，那政府呢也跟产业界也有很密切的这个了解哈。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是希望这一些相关的补贴的立法的细节哈，不要影响到双方的产业合作。经济部长王美花强调，美国晶片法案各地60天的评论期，希望莫影响到双方产业合作甲建立成本。另外，受到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台积电展开全球性投资布局。最近供应链传出，台积电要求协力厂提供设备设施出货到德国的初步报价，显示台积电去德国设厂的计划稳达达。不过，对台积电来讲，去德国设厂的考验是真大。在欧洲，不管是在电价或者是在天然气它的一个价格，目前还是远高于台湾。那更何况在当地的一个征材上，恐怕也会遭遇到一定的一个阻力。那么也就是说，在当地的一个半导体人才，那么本来就比较面临短缺的一个问题。那另一方面，还包括的在工会上也会趋于比较强硬。除了台积电在海外布局，半导体设备大厂艾斯摩尔嘛伫台湾开大钱投资，有计研发2奈米晶圆，向经济部申请研发补助。经济部希望台湾设备材料厂商甲国际大厂合作，打造供应链，帮助台湾的产业会当升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大鸟熊团，去年伫11月份脑部病变破病死亡。传出讲中国想要搁送咱大鸟熊，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是表示讲，爱看台北市政府敢有提出申请，若属专案小组审议通过，就会让鸟熊来台湾。所有的野生动物的进出口，那都有相关的程序要来进行。那我们这边都会有专案的小组来开会。那如果有专案小组开会认定没问题的话，那我想我们就可以让这样的一个毛熊这个部分呢到台湾来。但是这个还要再看台北市政府这一边是我有来提出申请。我们也已经请动物园以及相关单位进行全面的了解以及研议。那特别请动物园就濒危动物保育的角度来做专业的评估，让台北市能够参与濒危动物保育，我想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台北市立动物园目前是有3只的大鸟熊，其中有1只大鸟熊园影已经是分配的年纪了。有风声讲中国打算要搁再推动鸟熊外交。动物园是表示讲，目前因是有条件搁再饲1只。台北市长蒋万安嘛表示，已经要求动物园以保育的角度来出发进行评估。再来看中央跨部会去年成立打击诈骗国家队，也毋过立委是认为讲效果是无介好。去年咱国内统计有将近3万件的诈骗案件，诈骗的金额是超过73亿。内政部长林佑昌嘛回应表示讲，按说要来推动投资广告是名字，嘛要收回来加重诈骗的刑责。一个查某网友，逐工传讯息予这个少年家，伊怎去介意到这个查某网友？为着要见这个查某囡仔一面，伊才有及时去超商买点数。警察是有嘴讲甲无烂，甲伊讲这是感情的诈骗。这是我们这个打诈国家队给人民的承诺吗？怎么会打了之后是诈骗集团越打越强大？中央伫去年成立掠诈骗国家队，不过效果歹，等到去立委家讲诈骗集团是愈掠愈大尾。为去年的数据来看，早期的案件要到3万件，财务损失的金额超过73亿，诈骗真做真严重的问题。内政部长林佑昌切实指出，会建议推动掠诈骗功能1.5版。那过去诈骗的一个行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是比较轻罪，但未来不会，它会变成是政府重点打击的一个对象。
所以未来的诈欺的相关的一个罪行都会全面的一个提高。除了要修法、加重裁罚以外，林佑昌嘛表示，若看投资引人等等的广告，爱落实欠命济，为网络前端进行管理，甚至还阁要求电商、社群平台等等的业者协助把关。不过有立委质疑讲，电商平台哪像有可能涉到告资，颠倒是诈骗的源头。近1年来，均无裁罚记录。对于罔顾治安之不孝电商业者，我们并没有约束力。警方1年来函送所谓发展部等等的部会，有100多间电商业者疑似涉到告资，所干有11间受到行政检查，裁罚案件的数量也是0。立委认为讲，中央裁罚的力头无够。企业若无要义治安，恐惊会成做诈骗间接的凶手。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了解武汉肺炎在咱国内社区烧化的情形，指挥中心在今年2月委托会议基金会，针对今年上半年关怀民众抽7000份的验样品提供一管数来做分析。也毋过有事实拢会先取得和抽到民众的同意。有少数的关怀民众并无同意，佮认为讲侵害到因的个资甲权益。目前是有24个关怀者表示讲，因无要参加这项研究。今年2月，药政指挥中心宣布委托费用基金会，针对今年顶半年关怀民众会的检体，随机抽7000件，提供予疾管署做新冠病毒的检测甲分析。不过，煞是引起部分关怀民众的不满，因认为个资甲权益受到侵犯。很清楚啊，你注不注重人权嘛 ？IRB 就是保障人权的机制嘛。政府说，这是免审，为什么？因为政府做了不用审，为什么不用审？因为政府要做就要做，根本跟你人权无关的。未来如果要变成一个常规的话呢，或许可以先经过一个伦理委员会的一个机制，然后授权这样的一个所谓选择性退出。针对这点，疾管署表示，这个研究是照传染病防治法等等相关的规定做疫情的检测。若是去用抽到做样本，会通知关怀人，卖提供同意或者是记载的流程，属于依法行政，唔免经过人体研究伦理审查会审查。关怀人若是拒绝，会随甲迄条资料裁掉，袂留做其他的用途。至少到现在已经有通知2400位的这个捐血人哈，那当中目前累计是只有24位的捐血人选择退出，表示说绝大部分的民众收到通知之后都还是乐意参加这样的一个监测的作业啦。疾管署强调讲，这个研究是采利用进前通知，唔是关怀进前通知，符合伦理保护甲个资法的规定。绝对会参与外界检验，若统计分析的结果，相信今年8月会对外来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法国的第2大城马赛，伫初九有人家厝爆炸放气，而且火是烧了真猛。目前知影至少5个人受伤，嘛有10个人那剩佮掉伫内底哦。有民众讲，因亲像有闻到假死味，也毋过爆炸的原因，佮会调查。马赛这栋46环的建筑物爆炸了，现场规拢全烟，因为爆炸威力真强，附近2栋建筑物也受影响。现场的火还搁伫咧烧，有人掉伫咧内面也未救出来。当局派超过100位消防员拍火，不过火场内面的情形真危险，温度高，拢全呼，搜救狗也无法度执行任务。Et que bien évidemment, il faut d'abord retirer un certain nombre de décombres en sécurité pour. On ne peut pas non plus intervenir de façon extrêmement classique, puisque s'il devait y avoir des survivants, il ne faudrait évidemment pas que l'eau ou la mousse utilisée par les pompiers puisse les empêcher de survivre. 目击者讲，爆炸迄当阵听到一声真大声的声音，所以就看到真侪人伫出来走出来，伊家己也跟走。有人讲有感觉规间厝拢伫咧摇，也闻到假死味。当局疏散几600位大河加附近的居民，调查爆炸的原因。Ça fait partie bien évidemment des pistes, l'explosion au gaz, puisque c'est une explosion quand même d'une extrême violence. Voilà. Que les 3 immeubles qui sont concernés ne sont pas des immeubles visés par des arrêtés de péril, ce ne sont pas du tout des immeubles insalubres. 另外，伫阿尔卑斯山白朗峰西南部发生细崩，造成死伤。当局讲，地点是伫咧萨华省海拔3500公尺的阿曼塞特平川，范围正宽，初步有1公里长，500公尺宽。即马正拄好是复活节的假期，有几多的旅游团来这出席，这是其中的一团。即马正伫咧确认受害者的身份。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来看美国德州有一个保守派的联邦法官，伊裁决讲要暂缓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对 RU486这款老态药的批准哦。也毋过华盛顿州的法官是有无共款的决定，落尾就爱予最高法院来裁决。上新的消息是指出讲，白宫按说要邀请药商来讨论，望讲为合法提供老态药找出解决的办法。 Abortion pill, my body, my will. Hands off the abortion pill. 示威人士伫纽约波士顿街路抗议，反对德州地方联邦法官卡奇马利克将反民众处理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伫美国使用上宽的对台药物美福贝酮的裁定。 I mean, we knew that overturning Roe was just going to be the start of this much larger, very dangerous reactionary movement. It's coming after women, it's coming after LGBT people, it's coming after immigrants, people of color. 也毋过，华盛顿州另外一名联邦法官伫同一天做出无共的裁决，要求 FDA 袂当更改美福贝酮的批准状态。 Kind of means it has to go to the Supreme Court. Of course, we'll appeal to the Fifth Circuit. Sometimes the Fifth Circuit has come down on the side of the law instead of on the side of just being a zealot and being religious. 根据两位知情人士的消息，白宫当计划甲对台药制造商甲美国连锁药妆店重新讨论安怎针对这项裁决反制，包括提供法律上的支持，安怎合法发放对台药解套。也毋过，白宫对此拒绝评论。那所无当单方面寻求紧急终止德州命令，美国上大连锁药局 Walgreens 3月末表示，未伫有违法风险的20个州配发对台药。对于白宫上新计划拒绝评论，今年1月 FDA 放宽规定，头一摆允准小卖药店提供对台药，也毋过迄当时已经有数10个州发令禁止卖。目前无小卖药店得到许可，有真侪小卖药店也在走流程。公司新闻林编译。顶礼拜六礼拜是国外节，天主教宗方济各伫连续2天的相关仪式，拢专工为目前搁在战乱中的乌克兰甲中东地区祈祷，望讲战争冲突早一日结束。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广场响起意大利国歌，这并不是今接到一位重要的外宾，而是今朝教宗方济各主持当地时间初9的国外节弥撒。教宗伫弥撒中特别为全球处理战乱的地区早日得到和平祈福。Aiuta l'amato popolo ucraino nel cammino verso la pace e diffondi la luce pasquale sul popolo russo. Conforta i feriti e quanto hanno perso i propri cari a causa della guerra e fa che i prigionieri possano tornare sani e salvi alla loro famiglie. 除了俄乌战争，纷扰的中东地区也是教宗伫几啊摆祈祷中定讲到的重点。根据天主教的礼仪年历，2023年的国外节是伫4月初9。根据新约圣经的记载，耶稣伫国外节的一礼拜之前，伫耶路撒冷居民会着草橄榄枝道路两边环境之下，以王者之主进入耶城，所以迄天佫叫做圣祭主日。所来就是后来方叫做圣周五的耶稣圣诞日。耶稣互刚属于犹太人的法利赛长老陷害，奉判死刑。所来就是礼拜日的国外节。全球的天主教会连续伫初8暗甲初9的早起举行国外节进前甲国外节的弥撒。梵蒂冈教廷也无例外，当时教宗方济各也甲各地教会同款，伫国外节进前的弥撒中，为新加入的信徒举行受洗仪式。就像在2月25的耶诞节，国外节相关活动伫真侪所在增加更较趣味化的，甚至商业化的色彩。像美国佛罗里达州，就伫拉戈岛举行唱水吹果换卵的活动。德国西部的霍赫森是有竞争激烈的鸡卵蛋园的比赛。智利的动物园是以收集来的稻胶囊藏伫动物园的壁架，互鸟行等动物家己去吹。公司新闻家庭编译。美国西南部拄着连续22天的可汗，亚利桑那州的沙漠一个无水道水的砖头哦，因拢需要载水来提供民生用水。最近因为本地提供用水的都市家己嘛欠水咯，所以决定讲无搁要卖水互因，嘛批评讲这个沙漠地区过度开发，水嘛用甲上过量、上讨济。
美国西南部经历20年的苦旱，真侪所在水情真严重。隔壁城市史考特戴尔今年就切断对里欧韦德山麓的供水，水车只好走到更较远的所在买水，成本加1倍。If we don't have water by the end of March, people are going to start running out. And I don't even know if that's enough at this point. So people they're getting shocking bills. 当地居民沃克昂布引导的花园有正水的大藏仙人掌，出来看出去有沙漠沿着山壁，风景正水，带起来正舒适。不过就是欠水这波摆。这么大卡桶拢踩伫咧厝外渗河水，摕来充便所，几落工才洗一遍身躯，无法度洗碗，所以食饭拢用纸或者是塑胶碗盘。因为水无够用，成本阁悬，所以水拢爱生生啊用。When the water, we regain access to water, we could be paying upwards of over $1,000 to $1,200 a month for water. It holds 8,500 gallons, and I decided not to empty it so I could have extra water to flush the toilet if I need to. 联邦政府要求西南各州减少1/4的用水。斯考兹戴尔当局为了要确保家己市民的权益，切断里欧韦德山麓的供水，讲因过度开发用水土地，要求当地重新规划。The issue of decorative lawns in a desert, and swimming pools, golf courses. I mean, the list is long, but we have to really say, okay, maybe that wasn't the right way to go in the desert. 公司新闻时会中朋友。过来消息哦，咱过来看绿岛的交通专业者，以航港局规定讲客货分流的理由，拒绝搁载绿岛的渔货去台东，互渔民是真不满哦。虽然经过协商，要延到6月才要开始，也毋过今仔早起，就有将近500个民众甲50外只渔船，因伫绿岛的南寮码头示威抗议。绿岛乡长、绿岛区渔会渔民，抑个当地民众要甲500人，也抗议报条。伫南寮渔港客轮停船码头，攻击客轮业者，破坏长期以来在当地民生物资甲渔业出入绿岛的合作关系。自6月开始，袂搁再载货物，抑个渔业航班也会减少，造成渔民甲居民的无方便。50只渔船霸占客轮码头抗议。没有给我们时间的状况下，就决定不帮我们运送渔货物资。我们这些渔民跟业者何去何从？怎么办？没有任何配套措施。引起这边抗议的一个20几年前关户起的客轮码头设计无好，到即马客轮正少停泊，拢是甲渔船用共一个码头。造成当地渔民甲居民，抑个民宿业者要接送游客真无方便，要求县府协助改善，同时要求县府重新启动过去离岛公务船的计划，彻底解决离岛民生物资运送的问题。去航港局询问，航港局就说没有收到你们要争取公船的一些资料跟资讯啊。但是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到县府以后，我们这个结果就不疾而终了？这是绿岛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式。所以我们的公船的所有的计划，如果跟中央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希望县府能够全力支持。客轮业者是讲，客轮有载货限制500公斤的规定，以前若到沙港载运货物，就要减少载客量。会要求县府这边来最近协助解决离岛客货运分流的问题。离岛乡公所讲，自6月开始，客轮无搁再载民生物资，一定会造成观光旺季，旅客产业无够，会协调5路渔船到沙港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一个高中生自杀，亲像是学校的一名老师霸凌。教育部长潘文忠今仔日欢迎表示讲，涉案的老师已经全部拢调离开学校，等待调查，4月中就会有调查结果。有民间团体嘛批评讲，长久以来学校针对无适任的老师的评议标准是真有问题，应该嘛要检讨。民间团体进前公开台中市一间学校发生教师凌辱学生，造成学生自杀死亡的代志。立法院教育甲文化委员会初则安排教育部进行专案报告，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会用上严格的方式做后续的处理。目前也由台中市政府对于这个学校采取专案的管理那。也组成了专案小组，那目前都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么预计4月中旬左右，这个调查报告会出来。
潘文中伫会前访问时强调，专案小组以挂评委员为主，希望客观公正厘清案件。有价4个月中就有报告。另一方面，立委范云嘛甲一寡民间团体召开记者会，表示目前若发生老师甲学生体罚，常常甲咱认定是不当管教，老师可能唔知影家己的行为已经无责任。最严重的只有性平事件哦，属实的时候比较有机会哦，让不适任教师退场。那体罚跟霸凌则是记过申诫。我们可以思考这件事情，我们要提高我们在校园当中对于儿童的权益的保护的标准，而不是要每个小孩去证明他自己受伤多严重。民间团体指出，即马多台无设定老师的流程，毋但教师无设定的行为，无具体判断的标准，连案件调查进入审计机制，受害者嘛袂当出声，这个问题拢真离谱。因要求教育部赶紧建立无设定教师行为的判断标准，嘛爱互受害者伫案件审计中来讲话。记者连续开台北采访报道。来看台中太平的环岛路庄土地所有权的争议，官司拍要50天了。早起台中地方法院执行强制拆除，也毋过现场发生冲突，有2个民众受伤。自救会会长林秀芬是讲，这个所在本地就是因的住处，伊呼吁司法应该爱重新调查。民众就伫咧徛街边啊，用铁链仔甲身躯箍掉咧，牵出一条人墙画口号。台中太平环岛路庄土地所有权争议，初十透早，台中地方法院强制执行拆除，带队的司法事务官伫霹雳小组的护送之下，向居民宣读执行命令。土地所有权人是本件债权人所有，本院依法执行拆除，请在场无关的群众离开，请在场与本案无关的群众请离开。负责这块的警察甲居民对徛真久，不过有另外一队警方甲跳毒人员对后壁入去内底，甲物件陆续清掉。伫咧台中新公路附近的环岛路庄有12座三角院，拢是传统的土角厝，不过庄内44户居民甲建商，因为土地所有权纠纷，官司拍48年。2020年，建商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居民拆除兄弟。今年2月，台中太平环路自救会主委林秀芬收到法院的强制执行通知，讲初十透早就要来拆林家祖厝。林秀芬相当的不服，认为这款人是建商的人头，呼吁司法就应该爱重新调查。司法的不公，我很没有力气。对财团的残忍，我真的只有心里化这一股愤怒为我的力量。这是我的土地耶，这是我的房子耶，为什么要强拆？这样破坏我的房子耶！拆除的现场爆发严重的冲突，自救会表示已经有人居民受伤，按算下晡拆除的机具特别入场，警方已经加调人，要防止有更较大规模的冲突来发生。记者怎报道？昨昏任务一台载化学肥料的货车对货尾要送货到未了，可能是货无放好势哦。沿路肥料是一直落3公里长的路面，拢有肥料，味阁真重。有民众发现赶紧发货车司机停车来处理，嘛通报相关的单位。云林县的环保局依法处罚，嘛要求爱摒扫互清气。规路拢是草谷谷的肥料，沿路落要3公里远，车到透早10点左右，云林一个细林的司机在贩卖黄豆发芽了的肥，要对后尾运起卖了农地，所以因为无甲这个肥绑好势，或者肥料全拢流出来。为阮中加里来甲偌来里，有顶加里、中加里甲偌来里，等于3里啦。路顶有3里远啦。啊，这味足重哦。哦，这足重的，伊款味哦，有当咱挡袂掉。化肥啊，应该是植物肥啦，植物提炼的啊。吊监视画面会当看到，迄当时要机车对了后壁，发现货车顶的化学肥料沿路咧落，赶紧驶去头前，甲货车抓来报警。警方到现场了后，随通报清洁队，再紧调水车来洗，避免去影响到过路人。本分局严谨依大陆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1项2款规定，分别举发该自小货车渗漏污染路面之环保及交通违规。把这个路面整个造成污染了，那我们就按照废清法27条来做个拆除。
同时也命令这个行为人必须马上把这个路面清理干净。环保局表示，接到通报了后，环保人员去到现场，确实了解行为人有污染车路的事实。为着过路人的安全，有派水车来协助行为人，甲肥拢清掉。呼吁驾驶人就路进前，都要详细检查，避免类似污染事件搁再发生。记者转报道。昨早起，高雄的红沙水库的牌仔碰见哦，警方嘛看到3个嫌犯坐伫牌仔顶头，这3个查甫人已经是第2届为着钓鱼逃走入去水库，警方嘛以窃盗、毁损、佮侵入等罪，甲因上班。监视器翕到有3个人行向码头，个船仔离开岸边。工作人员发现船仔无去，赶紧报警察。警方巡逻时阵发现3个可疑的查甫人，对方嘛那像心虚，加速要选去，落尾也是互警方抓到，带得去侦讯。与水库人员共同搭乘小艇在水面上搜寻，后于水面上发现3名男子乘坐遭窃之船筏钓鱼。警方表示，这3个人，互人发现的时阵，当来钓鱼啊，因嘛承认已经是第2摆走入去水库，2摆拢是家己砸船杯，迫害所逃了后，过船仔去钓鱼。即马警方以窃盗、毁损等等的罪嫌来上班。许可的这个行为，我们都有公告哈。那钓鱼是其中是不行的，会依照这个水利法进行后续的这个处置。水公司七区管理处表示，红山水库主要是供应高雄地区的工业用水。源头是来自东港溪，水源是正充足，不过水库无开放钓鱼，所以依照水利法来甲这3个查甫人裁罚，相当可能要罚到5万块，而且设备互因破坏部分，嘛会来讨赔偿。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市梅州里的金东村镇，最近有一只鸭妈妈带9只鸭囝在受水哦。也毋过，所有民众用网仔甲细只鸭扶起来算哦，扶起来4只鸭已经有2只死去咯。民众嘛，防以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上班。另外，伫宜兰的东山乡梅花湖附近的风景区哦，最近哦有一只山姜，亲像受到流浪狗仔的攻击，去叼伫山沟，嘛已经互救出来，嘛甲伊野放咯。一只鸭母带9只细只鸭咪仔，伫咧宜兰市梅州里金洞村镇受水。不过民众发现有2个啉酒醉的查甫人摕网仔扶着4只细只鸭咪仔，民众甲伊动，因拢歪惨，只好通报管府。动保人员到现场发现2只已经死去，民众批评真无应该。当然是甲这管甲有食啦，管甲有食啦，因为佫嘛无现场拄着啊，现场拄着我嘛会讲者。当场会记啊，迄个大号子安尼啦，因为这野生动物遮难得来遮栖息啊，咱一定要做保护啊。当地里长讲，若果发现民众有这种行为，会当场解冻。这2个查甫人竟然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会当罚6万以上30万以下。伫咧东山乡梅花湖风景区附近的排水沟，最近有民众发现一只山羊敢若是互野狗攻击，步入去排水沟，惊讲伊的官司，赶紧通报管府农业处。那我们随即派员到现场，因为他没有办法自行脱困，所以我们是由县府的人员。进行一个诱捕之后，把它带上来。山羊被救起来了，初步检查是无明显的外伤，活动力也正强。动保人员该带去附近的山脚野放。最近大家较有动保意识，保护生物边的野生动物，大家拢有责任，爱伊就唔通伤害伊。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滨镇的中丰路附近有3个公车站已经完工验收8个月了，也毋过显示公车到站的设备拢还未通电使用。有民众也准讲遮尔紧就歹去咧，议员嘛批评讲市政府的行政效率是真歹。民众伫公车站等巴士，桃园滨镇区中丰路、南宽路口、甲延平路3段3个公车站。市府交通局完工验收8个月，不过公车站巴士到站的显示器到当时还未通电使用。常搭公车吗？有啊。那这个到现在还没通电是吗？对啊，都已经坐了好久了。前面那一站就有通电啊。我现在是在看这个的话，我要到总站去了。是大马一路啊。如果它能够通电，那是更好了。交通局表示。桃园市目前完工验收的公车站，巴士到站的显示器，目前包括平镇3个所在在内12搭，拢还未通电使用。智慧型站牌 LED 的资讯有69搭，
嘛持续要求台电爱赶紧通电来启用。另外，因嘛伫公车站搭出当地等台电送电的告示，避免民众就是讲设备故障啊。因台电至今年3月底才完成包商招标事宜，及陆续完成外线穿缆工程，预计下周内会检验送电启用。部分案件是今年度2月份新申请的案件，本处皆已向路权机关办理深挖路证，并通知本处的承揽商，尽速安排人力及期程。台电嘛回应讲，今年初因为新合约甲旧合约交接的问题，造成公车站一直拢无法度通电。目前已经做契约的记者，向台北港甲桃园市政府申办土石封计划书，按算伫4月份进前会安排施工。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日本东京食品展台南有15间农会甲食品业者参加，嘛袂歹的成绩。早起就有8栋半的农产原料订单要外销到日本，包括加工过的旺来四茄甲冷冻的旺来肉等产品。台南关标青的金泉旺来，先用低温冷水洗过，再搁卸皮，台做订单内底要求的形体，接着再搁送去冷冻柜。台南业者的这批产品，日本是真介意。车在有一货柜的旺来干，都要外销去日本。致力在整个冷冻水果原物料制作，以及强调我们整体的冷冻锁鲜的一个技术，配合我们政策以及我们市场所需要的这一些产品，来做一个我们台湾农业的一个增加贩售的一个幅度。顶个月，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身带队，招15间的农会甲食品业者，做伙去日本参加东京食品展。展览内底为台湾来的农产品，真侪国际采购人员是真懊恼。最近，佫成功摕到头一张的外销订单，包括写好的旺来、酸叶、旺来小茄、甲时价果的果汁等等的产品，拢总8.5吨。另外外销拢是青的果子占较侪，即个加工产品的外销接受度嘛袂比青的水果较歹。咱较早拢会烦恼讲旺来甚至乌心的问题啦，甚至咧甜度无够，毋过。这物件，咱互日本的小姐看到，而且已经写好的物件，先看到，伊就知影讲这无恶心，而且甜度爱有够，咱才来做这写，才来做加工出去，有品质、有信用。我想日本的商商对咱台湾旺来这加工品都有信心。事实上，很多通路商他们都积极的在做那只要不要去唱衰，只要不要去打压，我觉得其实台湾农产品会找到很好的出路。即马当时台南旺来大出的时期。除了国内通路以外，市府嘛积极扩展外销的通路，甲有符合市场需求的加工食品销出去外国。再来，还佫有8个货柜的订单，即个去参加东京食品展览，行销的成果嘛替今年的农产外销摕到一个好头彩。记者综合报道。旺来是南投民间正常济农产品，民工国小甲在地农民合作，用旺来皮来做旺来酵素的生活精，互学生来认捌在地产业，嘛互因知影讲安怎互农作物发挥愈侪价值。小朋友拍饼，甲手中的大杆仔摇来摇去，虽然有淡薄仔食力，也毋过每一个人是算甲真趣味。这是南投县民间国小的社团活动，教囡仔安怎用人无爱滴的旺来皮，变出一罐搁一罐的生活精。我觉得今天做凤梨酵素很好玩。以前吃凤梨的时候，我都只知道要把凤梨皮丢掉，然后现在做完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凤梨皮可以重新再利用。然后我今年在这个做凤梨酵素洗碗精的时候，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大家一起欢乐的做着这个洗碗精，而且我也尽心尽力的做出属于自己的一瓶的洗碗精。旺来生活精的做法真简单，甲旺来皮、盐、起泡剂掺做伙就会当。台下的小朋友拢认真伫听，伫老师的指导下，一步一步完成，动作无啥流利，也毋过认真确实。利用家己家乡的农特产，这丢实农教育是真有特色，阁真有意义。凤梨呢是我们民间乡的一个农特产，那我们希望能够让小朋友了解到说，凤梨除了可以吃之外，那凤梨皮呢再做一个运用，所以呢学校这边呢透过我们的凤梨直栽产提供我们凤梨皮，那透过洗碗精的制作呢，我们让小朋友就是使用比较天然的洗碗精。
小朋友讲爱用家己做的生活钟，回去斗相共生活池。这一罐搁一罐的往来生活钟，其实也是囡仔故乡上水的风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台中有一个协助弱势家庭的民间团队，因提供囡仔下课了后的辅导甲照顾。前一阵这个囡仔家己提案，讲因想要起一个2层楼悬、有厝流浪、海亲手工龄、大型的佚佗物仔。老师就带因动手做，望讲因乃当学着木工的技术，乃当培养规划的能力。囡仔手提家私，当伫甲茶帮磨好平。这囡仔当伫做一座2层楼悬的木造游乐设施，那通算路楼啊，也有海亲手的功能，因要用家己的双手打造独一无二的游乐园。我觉得很开心啊，但有从中学到什么吗？就是学会钻洞，还有那个了解自己要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已经带孩子做木工，5、6年了，所以已经有一大部分的孩子是有基本的木工技能。那所以从这个过程中，也是由大的带领小的一起去操作，可以学习例如领导能力啊，或者是分配工作这些能力。跟随小子这个在地团体伫后里成立的14年，以社会企业的方式协助弱势家庭的囡仔提供课后辅导和照顾。这几年来，因正积极带囡仔学木工。执行长吴仁基表示，这座游乐设施头起先是囡仔家己提案的。其实孩子提了大概20多种的游乐设施，好，那我们带着孩子一一的是从可行性、大家想要的程度、安全的规划。整体的规划去让它最后变成有溜滑梯、荡秋千，有一个天桥，然后还有攀岩的装置，这样子的一个安全的游乐设施。团队分工合作，共同完成一件代志，也通培养囡仔实现计划的能力。但这座游乐设施完工了后，囡仔下课就搁加一个佚佗的好所在了。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土狗啊，伫2015年经过国际的认证，正式号名做台湾犬。虽然目前申请的台湾犬剩无到200只，也毋过伫咱国内品质嘛是阁无啥受到重视。有专家就呼吁政府应该要提出品质认证的机制，提升台湾犬的地位。圆圆看看，留啊三角形的头，圆圆的腰身，阁有弯弯仰仰的尾溜，这个拢是人讲台湾犬的特色。伊的外貌，比如讲金龟头，啊，有的讲布仔头，耳仔就是牛角耳，有讲蜜宝耳。台湾的土狗啊，是伫咧2015年受到国际认证，该号做台湾犬。若体格好、体力好、性地好，自较早就是原住民拍来的好朋友。长期咧推动培育台湾犬的专家谢新团表示，即马咱大部分看到的拢是透蓝过狗仔，愈来愈少纯的台湾犬，恐惊全国剩无200只。伫外观，一般的人无法度讲一个随看出来，所以毋敢讲造成讲将士的足侪。市面上足侪就是乌狗的土狗。伫台湾饲狗仔是正市场，毋过真侪民众拢选择饲外国品种的狗仔。专家谢新团希望政府会当建立品种的认证机制，打造台湾犬的保育环境，通提升台湾犬的地位，珍惜这项台湾的特色。记者综合报道。以向拢使用回收的茶壳来创作大型作品的丹麦艺术家丹坡，伊自细汉就对巨人、大海人的生活有真侪幻想哦，所以嘛，甲伊的巨人的作品放伫野外，也是树林内底。最近伊完成第100尊的巨人，丹坡调故意无要公布展览的位置，互观众家己去找找。慢慢讲会当透过伊的创作来提醒咱人爱护地球、珍惜环境。伫森林散步，除了感受大自然的美妙，细致唔通拄到巨人。好佳在洞穴内底，恐怖巨人无走入去真实世界。这样由回收的茶壳做的大木条，是44岁丹麦艺术家汤马斯丹坡的作品。伊自细汉听遍北欧神话故事，一直对巨人有一种热爱。2014年开始，利用无必用的茶壳做大型木雕，也决定完成100个木雕的创作计划，为美国、波多黎各、南韩各地个原野森林深处，这表情活灵灵的大型木雕就伫内底。
南坡最近完成第100个叫做月子母亲的目标，伊个无公开这个巨人的所在地，邀请朋友为伊过去的作品名牌找线索，各地的官方网站地图输入位置，最后目标是找到100个巨人。伊带记者去采访的车，搁打转，确保地点未挂车。We have a rule about that every day we have to go out of the forest in a new direction, so we don't create any like muddy path that people could backtrack and then find the sculpture. I hope that my art can be a part of the movement that shows people that trash is not disgusting and it's not worthless and it's not something you should just burn. It's something that you should cherish. The 7 giant trolls stood as tall as the pines. 南坡的创作生涯伫2020年遭遇严重问题，原本计划伫澳洲甲日本等国完成15个雕像计划，因为疫情煞断去。不过，伊并无停落来，决定伫台北做出10个回收材料木雕的想法，得到社群媒体响应，募集材料甲资金，开启另外一段创作旅程。So I think the point of this story is that no matter how dark and depressed it might seem, there's always a way that you can turn that energy upside down and channel it into something positive. 行一笔身临深处，才知影大自然的美妙。南坡用巨人对比人类渺小，希望唤起对自然敬畏之心，也相信结合天地万物的艺术创作，会挽救人心，互地球保育，也搁较侪希望的种子。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DNA 互科学家了解遗传的秘密。英国甲德国的科学家嘛替德国音乐家贝多芬的头毛做 DNA 的检测，发现讲伊伫在生的时，除了耳孔听无啥有，胃肠嘛无介好哦，佮有感染着鼻腺的肝炎。这个研究嘛意外发现讲贝多芬的爸爸可能毋是伊亲生的爸爸。第9号交响曲是德国音乐家贝多芬一生上喜爱的作品。就算伊迄当阵耳仔已经听无啊，毋捌听过这部作品，这首交响曲依然真受古典乐界推崇。因为伊的命运交响曲，应该大家拢有听过。命运也真正甲贝多芬滚双笑，伊是莫扎特本人认证的音乐奇才。不过伫少年时阵，20几岁耳仔就愈来愈歹，开始听袂着，胃肠也无啥好。虽然耳孔听无，身体无好，不过贝多芬无怨天怨地，伫咧人生上尾10年，创作出伟大作品，留予世人珍贵的音乐资产。Wir kennen sein Werk nicht ohne seine Krankheit. Wir wissen nicht, wie es gewesen wäre, wäre er nicht krank gewesen. 贝多芬的身体为什么这么歹？伊家己也想要知影答案。伫咧伊56岁过身进前办了一寡批信，希望医生伫咧伊往生了研究伊的身体。贝多芬伫咧耳仔听无了，拢是靠写字甲外界沟通。专家根据伊脑内所写的笔记，知影伊在世的上尾3年一直扫甲肺拢扫出来。这是肝硬化的可能症状之一，加基因检测出伊有肝病遗传因子，佮加上感染 B 型肝炎，所以正符合。而且伊个啉酒加速肝病恶化，是死亡的主要原因。Gerade bei Beethoven ist es so, dass Erkrankungen sein Schaffen teilweise sehr eingeschränkt haben. Und für Mediziner war das schon immer ein Rätsel, was da wirklich genau dahinter steckte. 研究团队先确定这款头毛是贝多芬留来，结果做 DNA 检测，也强化这款发现的真实性。基因数列的结果，虽然知影贝多芬肝脏的病史，也毋是找无伊耳仔甲肠胃道疾病的基因关联性，无法度知影伊在生的时阵为什么一直落屎落甲真严重。研究也意外发现，贝多芬的 Y 染色体甲目前一个在生的亲族并无符合。研究人员怀疑，族谱记录顶头的老爸可能也毋是伊的亲生老爸。这份 DNA 报告，让人看到贝多芬伫咧不凡的音乐成就以外的人生故事，也互音乐家传奇的一生加一寡人生的感受。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
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6度。华岛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